今仔继续来看这个空拍机，嘛会当用来掠贼。新竹最近出现一个菜刀大盗，为去年6月开始，偷走入去人的厝内底，共偷摕物件，至少犯案50起。但是这个贼仔是真高秘，一直抓袂到。尾仔警方就是出动这个空拍机，24小时来监控着嫌犯可能会出现的所在，顺利甲人掠起来。 对悬悬的所在看落去，爆发边的道路有看到一名机车骑驶身影。无偌久，机车停落来，伊行伫个热门的拍卡景点新竹大湖岩，慢慢进入市区，行为真奇怪。原来这个男子，伊就是被称为菜刀大盗的43岁姓张的嫌犯。对去年6月开始，犯了将近50件肢体窃盗案，偷了袂少洋酒、甲宝酒，但是伊非常奸巧。 这偷摕物件了后，伊就消失啦，互警方拢找无人。猎嫌非常谨慎跟狡猾，那他行窃都会做许多断点，让警方没办法追查。最后，警方出动空袭机，伫嫌犯可能出入的地点24小时监控，才知影讲原来伊一路是对外县市骑机车到新竹，上阵这爆发边拢无这监视器，真巧妙藏伫这头前溪烟花，偷完物件了后，就用行路到头前溪和平公园，顺这条路线逃走。但是安怎伊嘛想袂到，警方会出动空袭机，成功抓到这位菜刀大盗，向予居民一个安心的生活环境。